歡迎收睇6點半新聞。今日嘅主要新聞有：中國國際消費品博覽會購在中國系列活動啟動。消博會喺海南揭幕，商務部話會持續提升消費市場嘅吸引力。We are eager to establish new connections and forge new partnerships. These are in our DNA. 陳茂波話會積極吸納喺海外上市嘅中概股回流香港上市。周一鳴期望未來國家安全嘅宣傳規模可以做到好似防騙咁鋪天蓋地。睇下詳細內容。第5屆中國國際消費品博覽會喺海南開幕。商務部話，中國進一步釋放擴大開放政策嘅紅利，持續提升消費市場嘅吸引力。對於美國宣布豁免對部分電子產品加徵關稅，有參展商話美國嘅消費者對中國科技產品有好大需求。陳卓康喺海南報導。我宣布，第5屆中國國際消費品博覽會購在中國系列活動啟動。國家副主席韓正出席消博會開幕式。消博會即日起去到18號，連續第5年喺海南舉行，主題係共享開放機遇，共創美好生活。商務部同時發起購在中國活動，配合政府今年提振消費嘅工作重點。商務部堅決貫徹落實，會同相關部門着力打造購在中國標誌性擴消費活動品牌，聚焦首發經濟，圍繞精品購物、精緻美食、精彩旅遊、精美展演4大領域。英國係今屆消博會嘅主賓國，英國商業及貿易部國務大臣艾禮遜率領代表團出席。Here in Hainan, as the free trade port prepares to launch, the United Kingdom is keen to explore the opportunities for free and fair trade, trade which benefits both Chinese and British companies. The United Kingdom believes that we must speak often and candidly about areas of cooperation and, yes, of contention too, where there are issues on which we disagree. 海南省委書記馮飛話：會確保年底全島封關運作平穩有序、萬無一失，零關稅、低稅率、減稅制等嘅政策將會更加完善。消博會期間會舉辦多場專題活動同新聞發佈會。今屆有嚟自71個國家同地區，超過1700間企業亮相，包括有歐洲嘅龍頭保健品企業首次參展。美國豁免向外國包括中國部分電子產品徵收對等關稅。有總部設喺青島並啱啱喺香港成立分部嘅人工智能健康設備公司話，美國消費者對中國嘅科技產品有好大嘅需求。雖然說我們目前，客觀我們面臨着一定的這種比較困難的局面，但是仍然，以我們這種比較強的這種產品交付的能力，還有我們的科技研發的能力，有大量的美國的客戶還是對銀派斯的發展，包括對我們的產品保持着濃厚的興趣。亦都有參展外商話睇好中國消費市場嘅潛力以及經濟發展前景。無線電視記者陳昌喺海南報導。環球經濟前景唔明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本港會積極開拓更多貿易夥伴關係。佢又話會積極吸納喺海外上市嘅中概股回流香港上市。由美國挑起嘅關稅戰越演越烈，香港亦都受到影響。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香港國際創科展致辭嘅時候話：喺當前形勢下，本港將會積極開拓更多貿易夥伴關係。We are witnessing a shifting global landscape, marked by daunting trade war and technological fragmentation. Trade patterns, industry chains, supply chains, and partnerships are being reshaped. In this new normal, many businesses will have to find new collaborators, explore untapped markets, and embrace more agile business models. In these turbulent times, Hong Kong remains open and welcoming to business and tal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e are eager to establish new connections and forge new partnerships. These are in our DNA. 陳茂波重申會維持本港自由港地位同埋自由貿易政策不變。佢又喺題為百年變局中又一香港機遇嘅網誌，回應有美國傳媒日前話美國總統特朗普計劃將喺美國上市嘅中概股除牌，話本港已經建立監管框架，便利已經喺海外上市嘅企業喺香港進行雙重上市或者係第二上市。針對全球最新變化，已經指示證監會同埋港交所做好準備。若果喺海外上市嘅中概股希望回流，必須令香港成為佢哋首選嘅上市地。而港交所亦都會加緊做好喺東盟同埋中東市場嘅聯繫同埋推廣工作，吸引更多當地優質企業嚟香港上市。陳茂波話：過去一個星期市場整體繼續暢順有序運作，形容香港喺當前環球市場前景不明朗嘅情況下，顯得更加穩定同埋具有吸引力。又話港匯持續偏強，港元對美元仍然處於強方水平，顯示資金仍然留喺本港市場。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軒報導。新任警務處處長周一鳴期望未來國家安全嘅宣傳規模可以做到好似防騙咁鋪天蓋地，又認為警方便利遊行示威嘅角色一直冇變。警務處處長周一鳴上任有3大工作重點，包括提升全民嘅國安意識。佢喺本台節目講清講楚，進一步解釋係唔想市民只係將國安同執法法例掛鈎，因為國安涉及多個生活層面。咁希望喺嚟緊嘅一啲唔同嘅日子啊，喺一啲唔同嘅節目咧，亦都可以係加入一啲國家安全嘅元素，令到咧唔同嘅市民、唔同界別嘅市民咧，佢哋對呢方面都有更加清楚嘅認識咁。宣傳規模會唔會做到好似防範騙案一樣呢？咁呢個都係我哋希望可以達到嘅一個方向嚟嘅。佢唔認同呢個係撈過界，形容係同唔同政府部門攜手合作。近期國安案件拘捕階段比較少詳細交代。有冇需要提高透明度，令到市民更加清楚條紅線啦？暫時呢個做法咧都係足夠嘅。咁畢竟咧，其實講緊喺呢5年裏面咧，其實我哋被拘捕人數咧係講緊322，直至到去3月31號，只係極少數嘅人士先至會係受影響。我可能喺法庭嘅審判嘅過程裏面咧，其實有好多資料都會喺嗰個時候會披露出嚟。近年遊行示威大幅減少。周一鳴話唔揣測原因，但認為警方便利呢類活動嘅角色一直冇變。即係歷史嘅教訓啦，即係我哋睇得到係有啲主辦者，佢的而且確我哋嘗試去當時去嘗試去便利嘅。咁但係即係當佢出亂子嘅時候咧，我哋嘗試去揾佢哋，發覺其實第一佢可能係避開啦，或者甚至乎唔見咗啦。咁其實呢啲咧都係一啲頭先我講話可能製造一個平台，俾其他一啲搞事分子喺度，即係做一啲違法嘅事啊咁樣。如果可能佢以前搞過啲活動，即係俾人騎劫嘅，其實基本上都會勸退佢哋啊咁樣。因為咁樣有啲唔公平，即係話一概而論。咁但係當然佢過往嘅往績，究竟佢嘅能力去到邊？咁呢個一定係我哋考慮嘅因素咯。但係呢個會係其中一個選項咧。如果我唔發呢一個不反對通知書，同埋我話你唔好出嚟啊，其實我又睇唔到有咩太大分別。咁如果有任何一啲嘅意見想去表達，其實喺依家亦都唔係純粹就係一個公眾集會、公眾遊行就可以即係唯一一個方法，亦都有好多其他嘅模式。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欣報導。國家主席習近平聽日起國事訪問越南、馬來西亞同埋柬埔寨。外界關注喺美國觸發貿易戰之下，中方同東南亞3國喺加強供應鏈合作有啲咩成效？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星期1同2國事訪問越南。今年適逢中越建交75週年，訪問將對兩國關係具有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嘅重大意義。訪問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將會同越共總書記蘇林會談，會見越南國家主席梁強、總理范明政、國會主席陳清敏。中方期待同越方增進戰略互信，深化務實合作。有越南嘅經濟學者希望習近平嘅到訪能夠促成兩國互利雙贏。Tôi hoan nghênh chuyến đi thăm của Chủ tịch Tập Cận Bình đến Việt Nam. Tôi hy vọng là chuyến đi thăm sẽ mở rộng mối quan hệ hợp tác song phương giữa Việt Nam và Trung Quốc cả về kinh tế, về giáo dục cũng như là mối quan hệ hợp tác giữa các tỉnh của Việt Nam và các tỉnh của Trung Quốc và giữa người dân Việt Nam và người dân của Trung Quốc.
Tôi rất mong là sau chuyến thăm này thì mối hợp tác kinh tế, xuất nhập khẩu và du lịch giữa Việt Nam và Trung Quốc sẽ tăng cường và hai bên cùng có lợi. 習近平之後將會喺星期2至4國事訪問馬來西亞。今次將係習近平時隔12年再次訪問馬來西亞，對推動中馬關係提質升級具有重要嘅里程碑意義。習近平將會見馬來西亞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同總理安華舉行會談。中方期待進一步加強兩國政治安全合作，深化發展策略對接，加強喺國際地區問題上嘅協調配合。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visits for Malaysia, not only to Malaysia, but to ASEAN and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Of course, everyone i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message of President Xi. Of course, we hope that China will remain an open trading economy. China will remain a trusted partner of the world. China will remain committed to the rule-based system of global trade. 習近平將喺星期4同5國事訪問柬埔寨，係時隔9年再次訪問當地。佢除咗會見國王西哈莫利、人民黨主席洪森親王，亦會同首相洪馬內會談。雙方將探討提升中柬關係新定位，就政治互信、互利合作、安全保障、人民交流、戰略協作5大領域深入交換意見。另外，習近平亦同印尼總統普拉博沃就兩國建交75週年互致賀電。習近平強調，中方高度重視中國同印尼嘅關係發展，願意進一步深化兩國全面戰略合作。普拉博沃指出，兩國伙伴關係強勁且富有活力，佢希望繼續深化兩國合作，拉緊兩國人民友好紐帶，為世界和平穩定作出積極貢獻。無線電視記者麥偉光報導。翻嚟新聞時間，受到乾燥嘅大陸氣流同埋沙塵天氣影響，本港嘅天氣非常乾燥，多區嘅空氣質素亦都唔好啊。預料咧會持續1至2日，去到今個星期中期，空氣質素先至會改善。下晝喺將軍澳由海濱公園望出去，跨灣大橋蒙上面紗，直升機都要開機頭探射燈照明。有市民龍舟照爬、步照跑，男女老幼同寵物都出嚟唞下氣。即係我自己本身條氣唔係幾好咯，咁今日比較個指數應該係唔係咁好。空氣比較差咯，係咯，唞氣有啲唔係好舒服，但係都涼快，都係要出嚟行下啦。大埔區空氣質素同樣欠佳，白石角一帶屋苑同科學園只係隱約見到。對岸嘅馬鞍山近乎只係剩低馬鞍，蒙查查嘅畫面喺維港都見到。環保署話，受東北季候風相關嘅沙塵氣流影響，由星期六晚10點起，背景污染物入面嘅懸浮粒子錄得較正常為高嘅水平。中西區、東區、將軍澳、屯門、東涌、大埔、沙田同北區等多區，大部分時間健康風險都錄得甚高水平。環保署話，沙塵粒子主要係體積較大嘅粒子，直接影響人體健康嘅微細懸浮粒，即係 PM2.5升幅較少。由於經過長距離傳輸，沙塵對香港影響預計只會同一般處於淨風下空氣污染物累積嘅程度差唔多。天文台話，今個星期中後期轉吹偏南風，空氣質素先至會改善。未來1、2日咧，就受到非常乾燥嘅大陸氣流同埋沙塵天氣影響咧，加上風勢微弱咧，廣東地區嘅能見度都會比較低一啲嘅。咁要去到呢個禮拜嘅中後期啦，即係星期3同埋星期4咧，我哋會逐漸轉吹翻一啲偏南風，預計嗰個能見度就會慢慢好轉。下晝大部分地區嘅相對濕度只係得30%以下。天文台話，京士柏嘅相對濕度曾經下降到21%，係自1984年設置自動氣象站以嚟4月份嘅最低紀錄。無線電視記者葉之華報道。
喺中方對美國貨徵收關稅調高稅率去到125%之後，美方就宣布對外國部分電子產品，包括喺中國組裝嘅產品，豁免徵收對等關稅。據報美方可能對半導體展開國家安全貿易調查，唔排除美方再對晶片徵稅。中方就有輿論話，美方發動關稅戰係損人更加害己，中方亦都準備好應對衝擊。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六被記者追問美方一方面豁免對海外電子產品徵收關稅，另一方面可能對半導體徵稅，佢咁樣回應。彭博社話，美方可能對進口半導體展開國家安全貿易調查，唔排除美方最快喺幾個星期內對晶片同半導體產品徵稅，對相關行業帶嚟壓力。雖然美國對全球多國暫緩徵收對等關稅，但係對中國就加碼，累計稅率多達145%。中方亦採取反制措施，對美國貨徵收125%關稅。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日前宣布，豁免向部分電子產品徵收對等關稅，包括智能電話、電腦同手提電腦、伺服器、晶片同記憶體、半導體生產設備等。獲豁免範圍適用於今個月5號之後美國進口嘅電子產品。中國組裝產品同樣列入豁免清單。如果商家已經支付對等關稅，可以申請退款。路透社同英國廣播公司報導，目前美國對全球貿易夥伴徵收1成基準關稅，佢哋嘅電子產品亦獲豁免。美國科技巨頭例如微軟、蘋果公司、晶片生產商輝達 NVIDIA 等被視為大贏家。白宮副幕僚長米勒話：中國因為打擊芬太尼問題被美國徵收2成關稅，嚟自中國嘅電子產品，美方同樣徵收相關關稅。美國部分科技企業會喺中國設生產線同供應鏈，其中蘋果旗下 iPhone 手機有8成喺中國組裝，剩低嘅嚟自東南亞國家。特朗普豁免對電子產品徵稅，原意係吸引科技企業喺美國設廠。有輿論認為，如果蘋果公司將亞洲工廠轉移到美國，唔單止成本會比較高，亦難喺短期內做到。新華社引述權威人士話，美國發動關稅戰係損人更害己，相關舉措嚴重影響佢嘅公信力，將會加劇美國經濟風險。評論又話，中國冇關上談判大門，但亦唔會心存僥倖，做好應對衝擊嘅各種準備。無線電視記者莫子彤報導。被彈劾下台嘅南韓前總統尹錫悅涉嫌帶頭發動內亂罪，案件聽日開庭。韓聯社報導，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合議25庭將會喺當地時間上晝10點就案件舉行第一次嘅庭審。尹錫悅作為被告必須出庭，意味佢將會成為南韓實現民主化之後第5位坐上被告席嘅前總統。一旦被裁定罪成，可能會面臨終身監禁或者死刑。尹錫悅已經喺庭前會議上否認所有指控，預計佢會堅持立場，唔排除親自陳述。法院亦都將會詢問檢方證人。尹錫悅喺舊年12月宣布實施緊急戒嚴，之後遭到國會彈劾，今個月初被憲法法院罷免總統職務。新聞亦都報導完啦，再會。